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会记你的网络好厝边。今日要来算苏丹的游戏耶。然后我刚刚发现我开到 BGM 了，好耶，大家晚安啊！感谢大家推荐。我现在其实我有偷看一下这个游戏大家在干嘛，感觉好像其实蛮好玩的。对，但是好像讲太多废话了。这是色色游戏吗？应该不算吧。它好像是有一点文字的叙述啦，但是我觉得它叙述的重点好像不是在很情欲上的描写，主要还是在体现这个游戏的疯狂与残暴吧。至少我看了一点点之后是这样觉得的。好，大家晚安，跟大家问好一下好了，因为这阵子好像比较多都是联动，然后联动的话就是比较没有机会跟大家一个一个问好，对，那今天难得有机会哈，今天就来跟大家个别打招呼。苏丹是米津玄师，是很像啦，是很像啦，是这样子讲的吗？是很像，没错，很帅耶，我觉得米津玄师很帅耶，他真的是我偶像。好，还先打招呼，伊藤绿茶晚安，鼠人晚安，还有欧的猫猫最可爱了，晚安，你们好。好，对，其实我有点紧张我紧张的点是这个游戏就是有点文字上的叙述有点直接，所以我有点怕这个应该不会被 ban 吧？我看别人也有玩，所以应该是不会。好，讲太多废话了，我们就来赶快玩一下吧。太好了，真是非常的，居然会对观众请安问好，感觉你们尊爵不凡。对对对，你们就是我的苏丹，你们是我的王，这样可以吗？这样有开心吗？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类型的粉丝福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粉丝福利的类型，但没关系，你们开心我就开心，好不好？太多苏丹了，你们自己打一架，你们自己打一架。OK， 对。很久很久以前，等一下这个字好小，这个字这么小，你们看得到吗？如果是用手机的没关系，我会朗读给你们听。哇，我好棒哦，真是有够贴心的。皇家军队直接说不管了，你们先吵出谁要当王，我再决定要听谁的，是不是？这个时候直接兵变，是不是其实也蛮快的？那是叫兵变吗？那是叫兵变，政变，对，直接兵变是不是比较快啊？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好，我们还是来玩游戏。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有一位强大的苏丹。这位苏丹在8年前踩着因老爸西退登上了王位，继承了这个巨大的王国。好，他的统治真的很像米津玄师老师，怎么会这样？完全可以想象米津玄师老师。好长的名字，完全可以想象他如果有一个 MV 里面就是打扮成这样子，然后就是这样子翘脚，完全可以想象，感觉也是会很好听。好，我们还是不要这样子。他的统治手腕残忍又狡猾，对待敌人和亲人同样冷酷。哇，那还蛮平等的恨所有人。那我有潜力耶。他天生渴望观赏他人的不幸。我懒得念好，重点，财富、地位、奴隶，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干嘛就干嘛。冬天的花园也会因为他的号令而连夜开花。好好多人哦。我的爱人，我的雄鹰，好，哇。伊藤绿茶历史也太好了吧！我历史不怎么样，对。至高苏丹享受了人间的一切欢愉，他所有过去所有苏丹所有王者享受过的事，他都厌倦了。好，真的假的？禁卫军这么强，所以其实苏丹要看他们脸色。这可能毕竟这个游戏是虚构的，所以他当然。可以把那个王描述的超强，想干嘛就干嘛，也是合理。原来如此。对，的确有时候看历史的时候，好像可以感觉到，就是那个叫什么武力，其实可能才是比较重要的。对，
要维持统治，好像必须要拥有武力哈。就是你要人家听你讲道理，你可能要让他没办法选择跟你讲物理，他才会选择跟你讲道理。OK， 所以有一个陌生人是个遥远国度的术士，带来了一个酷炫新游戏。这里有一个卡夹，好啦，这个字念匣啦，但我从小都念夹啦。有一只装着许多卡牌的匣子，每一张卡牌都对应着一个只有苏丹才有资格享受的消遣。真的假的？其他人还在练身体、练武艺的时候，他们已经太强了，在想晚餐要吃什么，太酷了吧？因为这样子，所以标志是一个锅子吗？从来没有听过哎，好酷哦，好酷哦！呀，匣，对啊，不是念匣吗？好，总之抽卡，不是。你们有看过其他人玩这个游戏吗？如果你们大部分的人都有看过其他人玩这个游戏的话，我是不是其实就不用解释太多啊？我就玩就对了，我才是最不熟悉这个游戏的人，是吗？我们感觉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比我还熟悉这个游戏啊。哇，游戏一开始就要纵欲吗？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好苏丹的游戏，嘿，白恒言晚安，欢迎你来啊！早安吗？好的，白恒言早安，欢迎你来。对，怎么感觉大家应该是比我更熟悉这个游戏？好，总之我不知道是怎样，反正第一张抽到就叫我要纵欲，是不是？好，纵欲要怎么纵？纵欲者是肉体的欢愉，银色是它的底色。好，卡片是有稀有度的。要看那个颜色，所以我要选银色的对象跟他纵欲是吗？太好了，好，我们来吧。因为苏丹抽到了银色的纵欲，所以他跟一个银色的人纵欲。好，他可以把金色或银色的人 ，OK， 好。书记官会记下苏丹的选择，记这个干嘛？火蛇要太好了，谢谢时间轴小精灵猫猫可爱，欢迎恶意剪辑，对我剪不动的大家可以剪啊，对，这我也是拿你们没办法。好啦，纵欲就纵欲啊，怎样？右键点击卡牌就可以直接塞入卡槽啊！原来如此，然后把苏丹也塞进去。耶，要选谁？来，你们要选谁？字母，晚安，欢迎你来。哇，我发现这个可以给大家一起参与，好像更有趣耶，太好了。要选谁？金色、银色的，来，我们来看看有谁。我们有将军，哇，他兄弟耶！将军是他唯一活着的兄弟耶。这是不是很禁忌啊？维齐尔是谁啊？有一点皇家血统，支撑他走到如此高位的还是他是因为投资苏丹很多钱，所以才爬到这里。不如就进位吧，进位，一位英俊的青年，武艺高强。选他当禁卫的原因是他不喜欢女人，这样对苏丹的后宫比较好。他不喜欢女人。所以他喜欢男人是吗？是这样子吗？这样他太开心了吧？怎么办？先吃了精卫，避免他把你废了。我觉得这游戏的苏丹没在怕来，我们来看还有什么选项。宠妃太普通了吧？谁在乎？我直接讲谁在乎？大家看我玩这个游戏，不可能想要看我做一些普通人的选择吧？等一下，书记官书写历史的使命自古以来就是神圣的。书记官要负责记录苏丹的一言一行，这个好像也很有意思耶。那就将军吧，我们就选亲兄弟吧。Oh my god！ 君比晚安，嗨，欢迎你来看我玩苏丹的游戏。我现在哇酷，我好像可以做一些莫名其妙的选择哎。
好 happy 哦！好，这是权力的滋味吗？来吧，大家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就……哇，伊藤绿茶在讲什么啊？冲着你这句话，我们选书记官好了。我好在意哦，我好在意哦，这件事也需要记录下来。你们有听？你们有看到吗？你们有看到吗？等一下，将军会说什么？哦，他不相信。这件事也需要记录下来。好欸，该吧？哇哇哇！这游戏怎么这样？真的假的？苏丹展示出了那张银色的卡牌，直到这个时候，群臣们都还以为这是个玩笑，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小心翼翼的笑容，避免破坏苏丹的雅兴，成为了真正的受害者。苏丹玩味的看着每一个人，他是伟大的苏丹，世间万物都可以一笑置之，唯有游戏他必须认真。他怎么感觉听起来会在以后就是遇到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现代人，然后附身在他挂着的那个积木里面，然后唯有游戏必须认真，听起来像什么游戏王我的天！苏丹挑选了书记官作为纵欲对象，书记官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先把它记录在自己的笔记上。好，冷静的请求苏丹让他回家告知家人，洁净身体再进宫。好。No！ 当晚人们发现书记官吊死在自己的书房里，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么不能接受吗？有这么不能接受吗？哦，苏丹跟法老有什么关系？没有，我只是觉得听起来都是以前的文明里面的统治者，感觉有点那个味道，我怎么知道他会？我怎么知道他会这样？我的天哪！书记官，天哪！苏丹应该没有在自卑吧？他完全不在乎好啦，我怎么知道会这样？我又没有先偷玩，我哪知道啊？不能怪我啊！啊，他也被折嘞，书记官也被折成2半了，跟我们的不要乱举例好了。不要乱举其他动漫角色当例子好了。天哪！第一张卡牌让苏丹非常满意。我的天！好，来抽第2张。靠腰啊！好，我的回合啊，抽到沙漠 ，OK。对王者来说，真是不错的调剂。你一定体会过太多鲜血与哀嚎。这场游戏的好废话好多，好，总之只能选一个金色的人杀了嘛。好，必须要亲自杀死某个人才行。Mickey Mouse， 晚安，好，早安，你好，欢迎你来。哇，大家都想要我杀宠妃吗？大家都看宠妃那么不爽，为什么？他做错了什么事？她是苏丹的姐姐。她是苏丹的姐姐，不行吧？这个没有符合优生学概念虽然以前的人可能不懂啦。对啊，好久不见 ，Mickey Mouse， 欢迎你来看。我的天哪！她是他的姐姐。很担心这个帝国下一个继承者是不是会早死？对啊，感觉会有一些疾病问题。用卡牌决定国家走向。如果大家有看过《游戏王》的话，反派想要毁灭世界怎么办啊？先跟他打一场牌，打赢了就没事。我的天哪！好，反正这个要放的卡放一放。杀谁？我只有3个选项我尝试是不是在爆炸？是的。我现在整个觉得我的天。我不能自杀，对不对？不能。我想说，这个游戏最不合理的选项就是自杀。我可以把它拖上去，只是他不让我按确认。好啊，要选谁？
刚大家都叫我选，刚刚那个这里面的其他人都叫我选这个，他姐年长的宠妃，感觉这样就没意思了。我们要选一些意料之外的。这个是有钱人、投资客，然后这个是兄弟。杀谁？我们来仇富好了。我们来仇富，我们来杀这个有钱的，看看会怎么样。好，继续沉浸在被绿的悲伤之中。你怎么了？不准我使用最佳解，真的假的？有这种事哦？我没有偷玩，我不知道什么选项最好呢。他是我舅舅，他是我舅舅。对啊，杀鸡取卵呢？我把他杀了之后，是不是可以拿走他的钱了？突然发现有这回事，会不会又自义还是爱？是义还是爱？不会自义吗？会不会又自义？不是，他都被我杀了，他怎么自义？他是我舅舅耶！我的天，我怎么知道？他刚刚没跟我说啊，他刚刚没有说那是我舅舅啊，怎么到处都是亲戚啊？怎么随便找一个人都是我亲戚啊？这游戏是怎样？他是我舅舅，他是一个贪婪又狡猾的老头。好，所有人都在猜测这场游戏是我的诡计，出其不意的消灭政敌。好。鸡犬升天吗？这感觉还好吧，不会有什么太意想不到的转折吧？他难道等一下会复活起来揍我吗？应该不会吧。哦，被鲜血弄脏的地毯连夜替换之后，我又上朝了，容光焕发，太好了。直觉是安全牌的就不给放，不会让我安全的出牌。哦，不会有太多合理的选择，是不是？我已经完全熟悉基本规则了。是一张奢靡卡，我必须要挥霍一份财富。好哦，实质的奢靡卡哦，9头的奢靡卡代表要花掉一份对我来说很微小的财富。来，我要亲自赏识某个人。10块钱是一笔足以让任何人都疯狂的数额吗？那10颗如果是金币的话，可能还蛮多的。至少这次没什么你的事。武士说这次没他的事，那等一下就有他的事。好，来吧。哦，乞丐，嗨！要完成9头奢靡卡，对苏丹来说是举手之劳。但是如果只是赐予身边的侍卫一些金币的话，好像就蛮无聊的。所以大家就找来了一个乞丐。我想要来亲自赏识这名乞丐。哦，好好玩哦！我感受到那个权势的差距了。我的天！我随便分一点小东西给他，对他来说就是整个人生的改变。Happy， 好刺激！金钱或者是美色。不论是人还是财物都可以赏识，那我是不是？我可以耶？哦，不可以耶！要金钱跟女子，我的天，性别歧视！搞不好乞丐喜欢男的啊。哦，税吏好，税吏是男生，好。啊，这些都不行。我可以只给1块吗？我可以只给5块，最少要给5块，是不是？好，就决定了，把姐姐给他。我们要选一些极端的选择。哇！苏丹将年长而高贵的宠妃送给了乞丐，妃子一言不发的跟着乞丐走了，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宫廷的大门尽头。大家都期待这只是某种临时的玩笑，正确的选择，太想不到了吗？对，我今天要来当疯子。哦，
苏丹不满意这个结果，因为王妃太平静了，没有反抗，没有愤怒，也没有悲伤。哦，什么？我无意间制造出了一本故事书吗？制造出了一个神奇的童话或是传说吗？真有趣。为什么把卡折掉会喷血啊？感觉好不祥哦，感觉好邪门哦！我的天。哦，好，新的一天。哎，抽卡啊！伟大的王者最擅长的游戏，征服多少城邦与国家？好，那就是要打仗嘛。懂了。我抽到一张青铜征服卡，就是要强取他人之物，所以大概就是打一座城镇。好，我们要去皇家宝剑好酷哦！皇家宝剑，好。总之要贬一个繁荣的城镇。好，这是一座临近苏丹国度的富庶城邦。总之，他们从是怎样？从我这边赚了太多钱，现在是时候支付代价了。代价就是被我打爆吗？还有这种事情。好，那我们看看，我们要把征服卡塞上去。然后嘞，战术感觉好强哦，放一个战术，为军队选一个领袖就你了，宠妃，真的可以哦，等一下，那你嘞？可以耶，好，等一下，剑先给你，剑，他可以耶。土耳其的剑的握柄像音符一样很漂亮就是像这一支吗？是有那个，是蛮美的。随机游戏规则，以人才为筹码，输了就是痛失英才。那我们就派一个不会那么痛的，好酷哦！我们可以派奴隶去当指挥官呢。好，去吧！我的奴隶带着军队出发了。哇，打得赢吗？对啊，打得赢吗？太多骰子了吧？至少需要1点才能征服成功。我骰出了14点呢。哇！那把刀是大马士革钢锻造的，细节考试会考。哇，难道是因为这样子所以那么强吗？苏丹的军队砍下了城镇守护者的头。哇，太强了吧！这个奴隶怎么会强？好，总之完成了，可以折卡了 ，yes。折。哇，他是头不见吗？好恐怖的图。好伟大的苏丹熟悉了这款游戏，后来他还会一天连抽好几张，然后完成他们。只用了14天，他就抽光了所有苏丹卡，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快纪录的创造者。原来我们的苏丹是 Speed Runner 啊！原来是在 Speed Run 啊！天哪，这游戏有人在 Speed Run 吗？好 ，Speed Run 跟我没有关系。哇，一切胜利都有代价，每一次抽卡都有人从宫廷里消失，成为游戏的一部分。哇！天哪，在这14天里面，宫廷里充斥着惨叫、哭泣、疯狂的呻吟声。总之，怎么死光光了？我的天，只剩下苏丹吗？其他人都死光光了吗？术士把所有被折断的卡都丢进了袋子里面，摇一摇，然后就被魔法修好了。哇，时光倒回哦！我的天，时光倒回可以无限玩。必须有人劝诫苏丹必须阻止这场荒谬的游戏。我们要愤怒的指责，还是忠诚的劝诫呢？我最喜欢指着别人的鼻子骂了。好，
愤怒的指责，会不会被砍头啊？我在宫廷上怒斥了昏君，为无辜的死者鸣冤。我讲了很久，没有人在乎，没有人在乎，所以他就说你说的没错。我们的苏丹是活王仔嘛？如果你在网络上进行争论，然后你觉得人家都在乱讲，你不想听的时候，有一个终极绝招，就是说对你说的没错。大家平常会用这一招吗？好哦，你说的没错。喂，你说的对，但很对啦，是有那种图啦，但感觉蛮有恶意的，所以我自己是不会用。但是大家如果活网活久了，应该四处都偶尔看得到。明智的君王不该这么做，但是明智的君王也不该舍弃快乐的游戏，所以就由你来踢我玩，哇，逻辑鬼才。好，忠诚的臣子，我命令你代替我玩这个游戏。什么？还有这招？好啊！哇，游戏难度太好了，简单、普通、困难。你们一定会叫我玩困难，对不对？你们一定会叫我玩困难，对不对？但是我上次玩游戏选了困难的难度的时候，好像玩的不是很好。唯一建议简单哦，大家都建议简单吗？真假？对我这么好？好，简单。困难不可以，数值完全不对啊！原来如此。对，就是猫猫卡爱说的那一张经典的，算是梗图吗？不要跟笨蛋吵架，我觉得不是对，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对。好，故事里的主角很幸运，所以骰子的成功率是60，普通的话只有50。好可爱哦！煎蛋也很难吗？除了煎蛋的那个羊叫做羊肉炉，好可爱哦，太可爱了。哈桑是我的好朋友，但他是个有节操的诗人。除了可爱的羊肉炉之外，没有人可以否定他的故事。偶尔羊肉炉会吃掉一份手稿，他就会重新编故事，好可爱，太可爱了。打蛋超难的，我每次打蛋都打不好，有时候蛋壳都会跑进去。我也蛮不会打蛋的，有爸的哦，超可爱，超可爱，这名字超可爱的。我有时候也会帮我家的猫改名字，我偶尔会把它改名叫肉桂卷，因为它有时候会把自己卷起来，超可爱。不是我把它叫羊肉炉，它就真的叫羊肉炉，它有写，它上面写的，除了可爱的羊肉炉，没有人可以否定它的故事啊。你是说这个养这只羊的人把它取名叫羊肉炉吗？对啊，是有何居心？这是备用粮食吧？好啦，简单，我们选简单。啊，你在说那个诗人？我刚刚没有 get 到。他知道自己叫肉桂卷吗？他应该知道，因为他被叫名字的时候又不想理人的时候会开始甩尾巴。我叫他肉桂卷的时候他也会，所以我想他应该知道我在叫他。梅基是温柔的叙事者，他对我充满耐心与善意。好。我们就选简单，少啰嗦，就选简单就对了。好，属于我的故事开始，我会如何结束这个苏丹的游戏呢？是抽光所有卡牌取胜，还是真的假的？用锅铲打，或是用菜刀刀背开弹哦？没有试过我只会敲桌子或是敲碗的边边。好，我们可以改名字那当然是叫橙火蛇。所以我的卡名会变橙火蛇吗？会，我的卡名就变成火蛇了，我的天，好好玩哦！卡名可以自己取，好，哇，我还要选自己的出身哦，哇，你们觉得嘞？你们觉得我是什么？你觉得我家族出身是什么？我是商人贵族吗？我看起来很有钱吗？我看起来很穷吧？还是我是传统贵族？我的权势加3，权势有什么用啊？还是军事贵族？火蛇穿得很暴露，还好吧？我上半身的一半有遮起来，有遮了一半足足遮了一半有一半吗？应该也有40%吧。
我身体上半身的40%有遮住还好吧？又不是什么19%。好，怎么办？你们要帮我选吗？什么叫火蛇本来就很暴露？你们不要讨论我穿的暴不暴露，倒是帮我选一下我的出身好吗？再不然我要随便选咯。我到底是什么？趁大家选的时候，我来喝个水。我的水离我好远。建议选金钱哦。缺啥补啥，缺钱好，金钱，谢谢。哇，引以为傲的个人能力。我这么搞这么啰嗦，又长得这么帅，肯定是社交跟魅力吧，没话讲吧。好，我是保守还是激进？保守贵族会蓄奴，所以会有很多奴隶；激进的新思想就会结交朋党，就会有一个贵族追随者。你们觉得我是？我好像没有很保守好，那我们就选这个吧。好来，还有我的妻子一直陪伴我的人，我最爱她的什么？最爱她会打架，体魄跟战斗都特别强，还是选择她的智慧，还是美艳？奴隶不能上厅堂，但是可以帮忙跑腿啊，跑腿好，来不及了，我已经选下去了。我觉得会扁人的妻子还蛮有魅力的，我们就选这个好了。擅长打架的妻子。好，苏丹把选择玩家当成游戏的一部分，强迫我代替他进行残酷的游戏。他赦免了我可能犯下的罪行，比如说杀人、通奸、抢劫、屯兵。他只是因为希望我可以在游戏里表演得更精彩。我只有7天的时间完成一张苏丹卡，不然他就把我的头砍了。好，我要被扁了。他会扁我，真的假的？他会扁我。第一轮贵族跟奴隶都很缺这个是要玩很多轮的，对不对？我大概知道，他不能只玩1轮，或是他可以，反正他就是可以一玩再玩，是有一些升级对吗？屯兵屯兵我可以屯兵，然后揍苏丹，是不是？好像不错我屯兵是为了可以帮他打征服吧？局外成长，没错。感觉就是慢慢堆积就可以，屯兵就会把自己玩到不见，真的好，苏丹卡应该不陌生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单独为你讲解。不用，我的观众会跟我讲解。我就不看任何教学。什么叫痛扁绿长发男？不要乱痛扁。青铜纵欲卡，如果足够自信，可以再抽一张，来吧。我就抽，死定了。白银的杀戮吗？这个念鹿吗？还是念木？是念鹿吧？杀戮。完蛋，我中文好烂哦，但没关系啦，我会台语。死定了！那我要把自己玩不见了。先不用担心苏丹会不会把自己玩不见，我会把我自己玩不见我哪来的银白色的可以杀？有我可以自杀。好，算了。杀戮的台语怎么讲？当然是刷，不是。就我不知道要查一下字典我来看看。绕口还敢说自己会讲？我看一下哇，真的有杀戮，真的有字典居然有收1973年的 Embry 词典就有杀戮，大家可以学一下，好酷哇，伊藤绿茶也会，好博学我的天。布袋戏都在讲，真的假的？因为我没在看布袋戏。字义也有台语吗？我会讲吊桃，
对，我不知道有没有更文言的，但是我就是听人家用台语讲故事的时候，比较常会听到就是吊头，上面有做吊头，就是把你的头吊起来的在吊头，就是这样，不是掉头就走，不是那个掉头，哇天哪，以后掉头就走又可以被大家玩成奇怪的梗了，我的天，台语很具体哦，也有调戏、调暗，暗棍调，等一下，调暗吗？调暗，好，我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开宫廷，掉头好像也不是不可以，不可以啦，不可以。总之我被卷入了苏丹的游戏之中，反正我有7天的时间去完成，然后我就要一直抽，一直抽。好，来，我们该做什么？好多事要做，我的天！啊，不知道怎么用的牌就可以托给他。同名的卡叠在一起可以合并。好，我想想，请告诉我钱可以干嘛？哪里都少不了这些小可爱，我的天！好。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好主意，黑吃黑，什么东西啊？哦，我快被逼疯了，所以我可以拿屠刀指向我最信任的人。哇，所以这就是怎样？想一想总是有办法的。好，我想一下，我现在最需要什么？还长了2根脚啊？他会告诉他啊？他知道我长了2根脚吗？应该不会吧？哦，适合绑，谢谢，绑绳子吊腰间。组 A 也有收在词典里，原来如此。哇，纵欲他也会给我一些新想法，是不是？我可以怎么纵欲？请教我。真的在家里释放欲望，从身边的里挑一位来满足苏丹的恶意，所以我可以。这是我的领地，我可以释放自己的欲望，妻子会顺服于我，其他绽放出激情的同伴也会欣然接受我的邀请。我也可以使用不道德的手段逼迫他人，妻子一般不会拒绝。哇，那不就轻松解决？这是一个可以提供激情的道具吗？钱不是。好的，家业是赚钱，书店是买书，权力的游戏是要看大臣会不会帮我讲话。大臣我们先解决一些卡好了。我有点好奇黑吃黑是怎样。我听到了帮派犯罪活动，如果抓住机会就可以乱中取利，失败可能会受伤。残忍的牺牲，杀死1名的追随者来满足残酷的游戏规则。天哪，我没有追随者啊！等一下，我的追随者嘞？他不是说我有？我不是应该有一个那个贵族追随者吗？还是他等下才会来？好，做事。卡建议前期压线再解，因为处理卡会用掉。哦，对耶，我把卡处理掉的话，会直接再抽一张新的嘛？每一张都是倒数7天，所以我会直接少掉另外6天可以做事。哦。好，我还有一张卡在手上，我那张就要小心，不要太快用掉。这张是什么？内幕：宫廷斗争让苏丹稍显疲累，远离权力漩涡的中心，会更容易被带入成。好，我没有治理家业，所以没有收入。总之跟妻子纵欲了，好，感觉没做什么坏事耶。哦，处理卡那天人会被卡绑住啊？
谁能想到伟大的宫廷有一天会变得如此乌烟瘴气？这都是因为你。我的政敌奈费勒瞪了我一眼，所以他干嘛？他跪在苏丹的面前，声音清晰而坚定：“你不该让这场荒唐的游戏继续下去了，陛下，请您下令收回你赐予陈火蛇的权柄。”啊 ，OK， 所以那个苏丹免去我的罪行的这些罪行都是王的特权哦。这时候就要谄媚了吧？我尊贵的王，我尊贵的苏丹，谁能阻止我为您取乐呢？总之苏丹哈哈笑着，那他应该蛮爽的，他爽就好，我比较怕他。好，哎，法拉杰你好。他是我的崇拜者哎，他是贵族吗？对，他是贵族。这游戏翻译最精致的点就是文字可以完美镶嵌在文本里。你是说陈火蛇吗？陈火蛇可以完美被镶嵌在文本里，确实。我的妻子也是贵族哎。哦。好，我们来赚钱吧。治理家业，真的蛮自然的。陈火蛇就仿佛就非常合理的出现在文本里。什么？还有比我更合适的？哎，这是怎样？我在看右边这个数值，对不对？我的智慧跟社交应该不错吧？我的妻子是负责打架的，应该不会选她。法拉姐也蛮聪明的。那我们让法拉姐帮我开店吧。好，谢谢法拉姐。然后嘞，上朝一下好，好多人。今天在朝堂上发言的贵族，我需要什么？哦，好复杂的数值。反对会助长苏丹对我的猜忌，还有支持，还有倦怠。哦。苏丹很倦怠之后，他就会离开。OK， 这个人跟我是什么关系啊？他应该跟我没有无冤无仇吧？他们应该不会讨厌我吧？好，我自己上朝吧。我明白了，好的。哦，我可以带钱呢。什么？我可以向伟大的王献上我的一切。那我可以献上我的妻子吗？不行。那我献上一点内幕好了。好，然后妻子去帮我买书吧。听说这游戏买书是不是蛮重要的？花1个金币就可以随便买到一本书，太好了。好，那就是结束一天。让谁再流点血？想干嘛啊，苏丹？我可以获得一些有用的情报。我获得了哦，苏丹笑纳我的供奉。哇，我获得权势了，太好了！买书，对，有爱书人士有在看这个，有在看我玩这个游戏，应该会鼓励我买书，对吧？好，治理家业。贵族不用劳动就可以赚钱，好爽啊、哦！骰骰子，3点成功获得最高收益，哎，蛮幸运的。好，骰到3颗，太好了。获得5块，对你做的不错，谢谢你，法拉杰，太可靠了，法拉杰。好想改他们名字哦，好想改大家的名字哦，就可以乱取名字了。唐突跟大家分享，我之前有玩其他游戏，里面就是你所有的追随你的伙伴的名字，你都可以乱改，超好玩的。超好玩的，我就会把他们的名字改成我认识的班上同学的名字，很赞哦！我就可以派我的同学去打架，然后派他们互咬哦，超好玩的。送书给不爱看书的人，好感度还下降。他不拿来看，他可以拿来垫泡面呢、啊，真是的，真是的。好。
总之赚了5块，太好了。然后我们去买书，买书比读书容易多了，干嘛呛我？我玩游戏而已，干嘛呛我？我知道啊，我当然知道买书比读书容易啊，是怎样？谁？我要骰2点成功，如果我们都是贵族的话，需求就会下降。骰到可以干嘛？所以嘞，我买到书了吗？有，我买到书嘞。NPC 拿来垫咖啡壶吧。对啊，为什么突然呛我？读物要放进这个什么俺寻思？俺寻思是什么东西？哦，这个叫俺寻思哦。宰相派人送了一件斗篷给我，上面绣着春宫图。为什么？好，春风斗篷，魅力加1。穿这个有魅力吗？骰到会额外给情报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情报是这种小东西，是不是？就是给一点 buff 的小东西，感觉蛮重要的耶，感觉可以来解决一些问题。春风斗篷为什么穿着这个哪会增加魅力啊？我很难想象哎。虽然我觉得在现代好像也有类似的服装，但是我就不多说了。我觉得那个看起来完全不会增加一个人的魅力。我的天哪！好。所以嘞，我要来读书《不朽者之吻》，里面一片空白，但书页有很多烧焦的小洞，好酷哦！情报前期不要省哦，该用就用是吗？好的。密教徒用这个来传递暗号，好有趣哦！我需要4点智慧才能阅读，请问我有智慧吗？哦，智能不足哎，我只有1点智慧，那我是读不了吧？这个不能加智慧，这个可以加智慧。哦，这是检定的时候在用的，所以没有骰骰子就不能用，是不是？我不能读吧？我读不懂，对不对？他直接退出来啊！书里什么都有，但是我要看得懂。哦，好啊。啊，那是内衣吗？那不是 T 恤哦，那不是 T 恤哦。我是知道有 T 恤啦，我不知道还有内衣。我的天，我觉得好抽象哦。阅读可以提升自己，养成阅读的习惯吧。使用爱读书的少女就不需要属性要求，所以我之后我可以让她追随我，是吗？我可以让爱读书的少女追随我，我自己不能去。好，我自己不能去，那我就等智能够了再来读。图书馆管员的暗号是什么的编码？这是什么？那是图书分类标准吗？怎么？书目记录常用的栏位，编目的啊，原来如此。有时候会看到猫猫分享，对不对？比如说介绍经济的漫画，到底应该分类在经济，还是应该分类在漫画？是那个对吧？是那个对吧？好，那我们要干嘛？我不知道，除了赚钱，我们还可以干嘛？欢愉之馆，这就是妓院。好。不知道干嘛就买书吧。好，我们还是先治理家业好了，我们得赚钱嘛。谢谢法拉杰。类似机读格式，让机器人可以辨别资料啊，原来如此。希望不会被问为什么不用 AI， 硬要凑一下。等一下，智慧跟社交，好。社交这个没有增加社交，它是增加魅力。好的，靠你了，法拉杰。那我要干嘛？他倦怠了，然后我有支持，我有1分的支持，哎，那我是不是可以不上草啊？应该没差吧？哎，可是我献东西给他可以那个，我献上东西可以拿到权势，权势到底可以干嘛？啊，算了，我先照着感觉好了。我需要魅力才可以，在浴场获得什么？获得情报哦。检定越成功，获得的情报越稀有。我来看看啊，妻子的魅力有2，那我自己的魅力有3呢，我好有魅力哦。那我要穿上这个春宫图斗篷。哦，翻桌的时候比较多人跟我，有道理。好我要穿着春宫图斗篷去泡澡，太好了！
有趣的游戏。我还可以再增加我的社交跟魅力吗？这个只有加社交，这个只有加魅力，那就好，就这样。然后嘞，书店啊，应该派妻子去买书，还是他可以上草吗？哦，他可以耶，他可以耶。什么？谁也不能往咱们身上泼脏水？为什么要这样讲话呢？妻子，梅基，我的说书人是梅基耶，所以是他是我的说书人。原来如此，为什么要？好，没事。今天不上朝，今天不上朝，我们去逛书店。好 ，Go Go！ 我在浴场穿着春宫图斗篷去浴场洗澡。没有在浴场水池跟烟雾中被谈论过的人，就等于不存在。哦，骰出3颗，这样好吗？至少1点成功才能打探到消息。我可以重掷1次，我觉得可以骰更多，我觉得可以骰更多，你看，好，我抽到什么？哦，银色的，感觉很高级，获得了银色的预兆。好，权力的游戏，好像没有获得什么。啊，对，因为我没上草，没事。治理家业 ，Go Go！ 这样不行啊！那个谁，法拉姐，你怎么没有骰3颗出来？这样不行法拉姐。我发现最近士兵们训练的非常懈怠，细究之后发现有人在其中宣扬一种邪恶的信念，让他们去赶快及时行乐就对了。好。杀一儆百吗？试试看好了，会不会被讨厌啊？算了，我们不能怕被讨厌。来，我当众处死了一个偷跑去喝酒的士兵，所有人都被我的冷酷无情震慑了，就再也不敢偷懒了。好，我获得了权势，怎么会？那我的名誉受损了。好，书店买到什么呢？哦，看起来好高级哦，看起来一副我读不懂的样子，我的天！骰到2颗。嗨，泽巴尔，你好。总之，我跟泽巴尔聊聊天之后，获得了一张秘密，是吗？好，我的卡好多哦，感觉之后整理起来很麻烦。这个怎么有一坨？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号码，这个是文字没有处理好，抽残。要吧，该硬起来的时候要硬起来啊！还是要有一点威严的，好不好？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威严。那个太软弱是会被世界吞噬的哦。好，购买装备来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吧！太好了，我有一个可以。有人来到我的门前叫我投资他，感觉好危险啊！感觉会被诈骗。我的活跃引起了美丽贵妇的兴趣，请他一定要去他家一趟。好，一个一个来吧。做好准备就是什么？把带有装备标签的卡放上去就可以装备。我知道啊。我要派一个有穿装备的人去这里是吗？然后嘞，你要去哪？你要去书店啊？这是我们系上自己设计的商品，这是我们系上自己设计的啊。这个帮我拿着一下啦。手指虎只加1点。这个是什么？全身甲会增加4点呢。多少钱？20块，10块。哦，好帅哦！这好漂亮哦，金色长袍。还打掉吗？没有帮他拿着，直接把他打在地上。他等下叫你赔，很麻烦。我就直接闪远一点，或是大家也可以学离屋的做法，就是直接开始跟空气聊天，他就会离你远一点咯。我觉得是个很棒的做法，希望我的脸皮够让我试试看，我下次一定要试试看。好，反正就是要花20块才能买到这个很酷的东西。好的，哇，穿上它我就无所畏惧了，但是要保护眼睛跟膝盖。我知道，直到我的膝盖中了一箭。好，还有什么？投资。
我需要智慧跟金币是吗？发明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我不碰了，怕 A 我的钱。虚荣作祟，他的虚荣心与他的魅力一样，享誉宫廷。他暗示我可以对他使用一张苏丹卡，他就可以再次成为宫廷话题的中心。我知道，这也是一种话题的中心，对吧？好，最后一天来处理它，太好了。狼王的踪迹可以打猎，是不是？如果失败会被狼群伏击。总之，狼群里出了一只狼王，有近似人类的智慧，大家都想要狩猎狼王的时候，都会被狼王察觉到吗？好，你要我0.5秒内念完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该不行，我不会。下次请拿那个台语的搬嘴 game 再来考我，我应该也是不会。这我读得懂吗？阅读本书之后的生存力会加3，感觉好厉害哦。那我来读读看。我读不懂，我读不懂，我太笨了，我什么书都看不懂。哦，好强哦，好强的情报。还以为要下次拿钱请我念，可以啊，可以啊，拿钱我就会努力一点。太诚实了。好啦，治理家业啦。法拉杰可靠吗？应该可靠吧？还是我要亲自？等一下、哦，这样的话有4点嘛？啊，我上的话嘞？哦，我们可以一起耶，我们可以一起耶。我上的话只有3点耶，梅基只有2点耶。果然还是要靠法拉杰吧？去吧，法拉杰。这可以再加1，这样应该不错吧？这样应该可以拿到满分吧？好，然后权力的游戏没有反对的声音呢，虽然也没有支持度，那请我们梅基，他可以献书给他吗？可以耶，献书会有什么好事吗？感觉也不会有。需要对应属性的检定中，魅力+1，魔力+1。哦，我让梅基上的话会增加1点支持度，那我自己去嘞，也是1点。好，去吧。然后嘞，人真的好少哦，好想要每个地方都塞人哦。我的天，我感受到这个游戏有点小困难。泡澡要钱哎，我觉得我买书也看不懂哎，我不需要一直买书哎。我果然还是去泡澡吧。等一下，我现在是穿着，对我还是穿着春宫图斗篷在泡澡，太好了。哎，不对啊，狼王怎么办？好，等一下再来想。哦，开始感觉这游戏有点难。哦，前期奴隶会舒服一点，是因为这样。懂了。我可以派奴隶去踩一堆地方。好。啊，奴隶也可以帮忙治理家业嘛，感觉不错。开局有选智慧比较好堆属性，下次一定，反正还有别局，一定不会只有1局，我知道了。好。我去浴场，然后要付钱，然后这可以加1点嘛，然后嘞，这可以加哦，这可以加2点呢。我们去换更高级的卡看看，感觉应该不错。那就这样吧，能做好像也只有这样，好试试看。然后我们等一下第7天当天就去把那个谁，就去把那个虚荣心的前妃子，把它用苏丹卡处理掉。好，总之甩一下。哦，高级卡太好了，舒服。看到那个卡亮亮的就觉得很开心。获得了内幕以及，哦，不是，没有获得内幕。一个贵族拦住我，希望我可以告诉他自己的品级以及他死对头的品级。他是个青铜的公子哥，但是他的死对头因为要继承家业，所以会变成白银品级。啊，我还要决定要不要实话实说。我骗他可以干嘛？我骗他有什么好处吗？我想想，有什么好处？我还是不要乱骗好了。之后如果他发现我骗他的话，会不会做什么坏的事？我讲实话总不会怎样吧？你是青铜。他很沮丧，好，结果我就鼓励他，跟他说只要努力也可以提升。天哪，太正能量了吧，陈火蛇。好，
他摇摇头给我钱表示感谢，这个人很懂得表达感谢哦。我觉得这是个表达感谢的好方式哎，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如果你觉得你朋友对你很好，你就给他钱。谢谢，太开心了。好，我获得善名嘞，我居然我刚刚失去了一点善名补回来，然后拿到2块，谢谢。好，治理家业，治理的怎么样啊，法拉姐？好，太好了，帮我赚5块，不用多，有赚到最高就好，谢谢法拉姐，太好了，很可靠哦，法拉姐。这是什么？怎么又长出新的世界？是这样吗？没有啦，我觉得给钱是一种表达感谢的不错的方式，但是不一定，有时候也要看场合，有些时候给钱是会感觉怪怪的。对，这个大家都是成熟的大人，应该都懂得判断。我的时间不够了，我还有3天，我不管啊，我就慢慢来啊。需要的话可以回到上一天，我不需要啊，不需要啊。好，长出一个新事件等一下，这是什么？善名可以干嘛？这可以干嘛？好，可能以后会用到吧。流民侵占了宅邸，我听到一名贵族有意无意的抱怨，他在城外的宅邸被狡猾的，简单来说就是那叫什么？流浪者吗？被流浪者占领了，然后大家都幸灾乐祸，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狠下心来，花钱找人扁他就可以解决。总之可以去扁他。好，当然是派我们最会打架的老婆去扁。打不赢吗？打不赢吗？我要骰几颗，他没跟我讲。我不知道要骰几颗他还有什么？他有驯兽什么意思？他有宠物打不赢？真的假的？打不赢？好，算了，打不赢就不要打。那我们还可以干嘛？打狼王总打得赢吧？虚荣作祟还有6天。总之法拉姐，你去给我赚钱。法拉姐赚钱养我，谢谢。给他加1吗？把它掉一下。给他各加1吗？好了，给他加。情报也是这个游戏自己累积的一部分。是说我可以用上情报比较好打是吗？战斗可以增加，洞察可以增加我的战斗能力，这样会比较打得赢吗？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他没有在讲那个不要自取其辱嘞，这样是打得赢哦。4点，然后是不是该打打看？多一点同伴吗？不是，关键苏丹的有什么好处吗？不晓得会有什么好处吗？好，不管了，我们就体验一下，大不了可以倒回上一天，没事。局外的情报，例如需要的有道理耶，没关系，我们就看看会怎样。妻子，请去泡澡，谢谢。然后可以用道具吗？这只有加1，这个没加，算了，随便抽一下。对啊，这个情报感觉很好用靠你了，法拉姐，请帮我存到20块，我想要去买装备。听到了吗，法拉姐？谢谢你。我可以一直倒回上一天，然后故意重骰突然发现，硬要的话是不是可以啊？好狡猾我需要至少2点成功才能驱赶。真的可以吗？我看不懂这个减2减3是什么意思？它是调整值吗？所以我等于被减完之后只剩2颗是吗？真是假？谢谢。我甩出2颗运气很好吧？我用3寸不烂之舌，他知道我是火蛇，我的天！真的可以这样搞，我的天，太狡猾了，太好了！我等下打不赢就要用这招。用3寸不烂之舌，一面恐吓他们，一面跟他们说离开会怎样怎样。好，数值不够被扣光就是没得骰 ，OK， 理解。就是扣成0颗就不用想了。好，
我懂意思，我懂意思。哦，贵族不停的感谢我，然后他就给了我钱，这样有恶名哦。啊，我有做坏事吗？哎，朱冲暗蛮欢迎，你来，欢迎你来看我升这个苏丹的游戏。好，妻子去泡澡，对不对？哦，铜的感觉不错哎。没有人去。治理家业，哎，法拉姐啊，可以。谢谢法拉姐，好赞哦，法拉姐。没有你怎么办啊？附近另一个氏族圈养不对，豢养什么养？不行，我的中文真的不行了。好，反正有个诗人都在写诗讽刺我，好烦呐、那我要大加赞赏。我找来他的原稿，觉得他写的不错，诙谐幽默，笔锋辛辣，带着一点哲理。我的大加赞赏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结果他就写了一首新诗，夸奖我的度量，水。这敢不是 L 也 game？ 不是，应该不是。豢养哦，谢谢。大家都有读书，跟我不一样。你看我玩这个游戏玩到现在，没有一本书读得懂的，我都已经不敢去书店了。我每次去书店拿到一本书，然后看一看，就跟我说智能不足，读不懂，我就不敢再去买书了。好，不错哎，我下次如果收到梅花糖，我也来大加赞赏好了。希望大家可以写新诗讽刺我，看是要投到避难所，还是投到我的棉花糖，还是你不需要匿名就直接 po 出来也没关系。如果我看得出来你在骂我，我一定大加赞赏，好不好？或是骂回去，对，看情况。不是色色游戏，但是可以纵欲。对，还有人想要恶意剪辑说陈火蛇现在要纵欲，对不对？谁呀？好，获得了一张伟大的史诗，什么诗？哪里？那个伟大的史诗在哦，好多卡哦，在这里。怎么又有新事件？我在书店遇到了奈费勒，那个讨人厌的家伙。我还没有决定是要对他冷嘲热讽，还是视而不见。他先发现我了。我看到他的那本书叫做《虚伪的自由》，狗都不看，还是看一下好了。这到底是什么？哦，夹在书里的字条。这本书描述了暴君统治下人们为着活着做出的种种丑态。好，总之我获得一个字条，字条我总看得懂吧？哦，调查了一下记录的地址之后，发现有一栋偏僻的宅邸在奈菲勒的名下。他留下这张字条，暴露这个秘密是想干嘛？哦，什么东西？他是在做什么坏事哦？他是要造反是不是？卡列最左边有1、2、3、4，哦，我可以整理哦。哦，所以我想要的话，我可以把它。啊哈，那我要首先把我看不懂的书全部放在这，看不懂就不用想了。好，伟大史诗可以看吗？这是一个礼物哦，不是，这是一个读物，这是一个读物。好，我们来读读看，伟大的史诗我总读得懂吧？读诗可以启迪心灵啊！哇！感谢 Kizune Kamen 上的降落。你好，欢迎降落。我现在正在玩纵欲，我不是在玩纵欲的游戏，我在玩苏丹的游戏。这个游戏可以纵欲，对，也可以被恶意剪辑哦。我等不及了。感谢 Kizune Kamen 上，感谢你带你的观众来看我。大家好，欢迎降落。如果大家不知道我是谁的话，我是陈火蛇，我是一个啰嗦的宝箱怪，然后有时候会开一些跟台语有关的主题杂谈，但是今天不是，我就只是一堆人想要看我玩这个游戏，我就来玩了。对，大家好，来跟大家一个一个打招呼好，因为我最近联动比较多啦，联动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跟大家一一打招呼，就算被降落也没有办法跟大家一一打招呼。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来，你们好，社畜1号晚安，欢迎你来，还有赤丹晚安，欢迎你来，
宅观月，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哇，还有 Kitsune Kamen 上，你好，你是阿姨，我应该叫你阿姨才对好。阿姨上，安唔安？欢迎，欢迎你来看我升这个对大奶苏丹游戏。不是，你不要帮我乱介绍，头上的角不能拔下来，不能拔下来，好不好？对，我的脚不可拔，谢谢。好，那我们就来继续不是终于，我们就来继续玩苏丹的游戏吧。好，等一下，读诗可以启迪心灵，所以嘞，我还是看不懂嘛，我可以读我要花1天去读懂它哦。我还可以叫别人去读，是不是？好，等一下来读，等一下马上读。倒数2天，所以我应该明天再折那张，明天再折这张就好了。凶尸，这个感觉不好打我们还是先我们可以买装备了，拔下来会再长出来？不会，请有罪恶感好吗？对，重新长脚出来要耗 MP 我的 MP 是靠大家的金钱补充的如果你想要拔脚，至少要帮我补充一点，用金钱补充一点我的 MP 吧，不然说不过去吧。全身甲，我们来买个全身甲，我等不及了。真的吗？就把钱花在这吗？这是什么？这有用吗？这个要多少？这要5块。好，买，购买成功。欢迎下次再来，谢谢。买到了，真的可以拔吗？不可以，是要讲几次？不可以，拔我的脚也没有什么好处，好不好？真是够了。好啦，我们到底要干嘛？我解成就嘞，好赚钱，对，我们要赚钱，我们很缺钱，至少我本人呢是蛮缺钱的。靠你了，法拉姐。然后我们给他加1点够吗？好，就给他加1点吧。去吧，法拉姐。好像改他们名字我要把我如果可以随便改卡片的名字，我一定要把他们改成观众的名字。谁来做一款这种游戏给我玩？拜托了。哇，我已经有反对的声音了，好可恶哦！那不行，我要穿着。总之不能穿这件吧，我要穿着能看的衣服。好啦，不要乱穿好了，等下叫老婆去出征好了。好，我来，真神保佑，这么恐怖吗？还是我把这个献给苏丹啊？他会不会喜欢啊？我觉得他会喜欢他个性那么奇怪，他会喜欢吧？等一下。这个内幕有用吗？有他需要这么多吗？他需要变这么强吗？好，我觉得骰子不可靠，就给他用掉吗？算了，好浪费，好啰嗦的火蛇。算了，给他加1点就好。然后嘞，妻子要干嘛？妻子去打狼王吧，毕竟他应该很会打架。体魄有3，战斗有1穿上去之后就体魄更高了，我感觉打不赢。他需要智慧他就有2点智慧如果我们再给他预兆，可以增加智慧吗？不行。他需要的是生存跟智慧。我应该相信他，反正我们大不了可以相信那个倒回1天，没事。就这样吗？就这样。等一下，他会不会有什么坏主意？我很好奇。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他可以干嘛，谢谢。好啦，没有获取情报的好主意，我可以去皇家图书馆，更多图书馆，太好了。晋级高昂传说可以取观众名，如果在图奇开台，观众还可以自定外观，好酷哦！但我比较没有在开图奇，不太熟悉，有机会好像可以试试看。好，所以是怎样？有智慧就可以去图书馆。好早说嘛，那先不要打，请帮我翻书啊，妻子。有些东西可以让我温故知新，比如说什么？比如说用掉这个吗？
好啊，去吧，那就这样吧，那就 go。有主播把你献祭给，在你面前把你献祭给邪神，就是要这样玩吧。小只的火神可爱吗？谢谢，多谢你不敢嫌。对，就是小只的负责可爱，然后大只的负责帅气、邪魅这样子。然后不是啊，如果这游戏可以乱改卡名的话，我早晚可能，好吧，我觉得我把观众杀了好像还好，但是跟观众纵欲好像不对欸，不对欸，你能想象吗？如果我把一张卡改名叫伊里，不行吧？你们会太开心吧？要付钱欸。好，我们继续。救命啊！总之，我参与了宫廷斗争，我获得了一点小情报。好的。法拉姐，可不可以？可以，就不行啊，当然是不行啊，对吧？站到不行就跟你说不行了，这也是一种不行，好不好？谢谢法拉姐。皇家图书馆，来，不知道我的妻子有没有找到什么好东西？找到了一张，我刚是拿了一张我拿了一张铜的给他，换到一张石头的。那看来还是要有点智慧才能去踩图书馆。把名称改成龙舟是怎样啊？哦，眼线告诉我他真的去了那个偏僻的居所，也许我应该看他在干嘛我可以趁机杀他哎！我的天哪，我该吗？万一他后台很硬怎么办？我比较想知道我可不可以杀他欸。可以耶！好恐怖！我把春风斗篷献给苏丹，他不要怎么会这样？权力的游戏，我有一个反对，我的天！那我还要上朝吗？等一下，我人在没事。法拉姐只有1点，梅姬也只有1点，我的天！难道我应该？我应该派他们2个就……没有，我只能派1个。再想想啊，钱还是要赚的嘛，所以去吧，法拉姐，靠你了，法拉姐。然后我们要干嘛？我们还是请梅姬帮我上朝好了，靠你了，梅姬。线上一个字条感觉不好会出大事。线上这个好吗？等一下，我要怎么把它拆开？我忘记了。拆开了。好，给你1张就好，我自己留1张。这样行不行啊？不对啦，我要派人读诗啦，我都忘记了。人好少，我需要努力。好，算了，来吧。那个想要拉投资的先走了啊。说到这个，我下礼拜应该会开一天，就是我有在推特有发文说有在考虑要不要向大家募资，请大家给我钱，让我可以委托别人帮我剪片。我刚刚还蛮认真在想这件事的，我应该下礼拜会找一天来真的做这件事情，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我想要集多少钱，我想要请大家支援我多少钱，然后我会拿去委托什么片，对，我应该会整理一下，然后下个礼拜选一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明一下，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给我钱，谢谢。好突然。好，我们继续。当我拿出亮亮的苏丹卡之后，他就很兴奋抓过来欣赏。为什么上面画着一个数吊的人嘞？哇！我直接骗他
我直接骗他说这个性跟死有关系，所以这样子那样子，然后就把他一刀，好恐怖，太恐怖！希望他可以达成愿望，成为宫廷中的话题。完了，我们感觉做了什么很恐怖的事。哦，因为我没有管狮子，所以就有商人被狮子吃掉了。来，权力的游戏。哦，因为他没有猜疑我，所以权势增加了，谢谢。然后妻子让我们获得了一点新情报，太好了！哇，权势又增加了，太棒了！火舌坏掉？没有啊，我哪有？我做什么奇怪的事吗？来，法拉杰赚多少？很好哦，骰最多都只有5块，好可怜。想了很久，最后投影片，因为自己好像很少哦。我想说，投影片是那个PPT 那种投影片哦，投了影片。我也是想很久我是想很久选不出来，所以想问问大家的意见。对，我也觉得影片好像真的有必要。对，因为对，我也觉得有点像猫猫讲的，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常常滑到 Shorts 不一定会因为这样就真的关注他，而如果就是只觉得他的 Shorts 很好看的话，也是会有，就是只看他的 Shorts， 但实际上不看他的直播。因为我自己也会这样，我自己也有很喜欢的，就是也有其他 VTuber 做的 Shorts 我很爱看，但是我几乎不跟他直播的，也是有这种情况。对，所以好像，尤其如果真的是知识型的话 ，Shorts 通常都塞不下，所以好像。我觉得也是需要有这些长影片，比较能放知识型的内容进去。哦，一藤绿茶是因为短影音订阅，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就很想要都做，因为我自己是有清楚认知到，就是2种人都存在，而且2种人的数量我没有感觉到很明显的差别，所以如果2种人我都想要吸引到的话，好像两种影片都要做对。那我目前是想说，好像长影片我比较需要请人帮忙，短影片的话我可能就还是自己剪。我目前的想法是比较像这样子啦。对，我之后应该会拿钱去委托长影片的剪辑，然后短影片的剪辑我还是先自己来好了。我觉得我剪短影片的话还算快，但是我剪长影片有时候会比较有点剪起来有点累，就会花比较久。对，我觉得应该要试试看。把长影片外包一些东西出去看看，没关系，这个我下礼拜整理更清楚再来跟大家讨论好了。好，我听说城外发生了骚乱，我应该去看一下。哦，宰相的召见，宰相要干嘛？妻子邀请我逃跑，好啊，走。我们当天谋划到深夜，列举了所有的可能性以及逃离苏丹统治的必要条件。我们现在一点都不满足，但是这样的谋划为我们带来了希望哦，所以我们有这个选项哦。好，抽卡岩石纵欲啊，简单啦，应该吧。好，逃离苏丹的游戏。我不一定要跟他玩到底，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他不知道的乐土，太好了。启动之后，游戏就会进入最后的倒数计时，好刺激哦！目标地点跟打开城门的方法，我是需要一个钥匙之类的吗？太难了吧，这个太难了吧！我还要找到目标地点，好。城外的骚乱，贵族女眷被流民包围了，所以我应该试着帮助她，我以后会有更多好事发生，是吗？然后嘞，群龙无首，所以有4回合内苏丹不在宫廷里，我可以趁机合成东西。好复杂。5天内要去见宰相是吗？如果不去的话，以后会被宰相公干。好，
我必须自己去吧，我必须自己去，应该不会被杀吧？好，然后去吧，法拉姐，靠你了，法拉姐。然后我们请谁呢？我们请妻子来去，皇家图书馆在哪？我的皇家图书馆嘞？哈，英杰，那个是念杰吗？公杰吗？公杰吗？真的假的？哈，那我的中文是很不好哎，谁教我的？我被骗了。好的，谢谢。群龙无首可以合成情报，然后好处是不用怕被说闲话，就是4回合不用上草嘛，可以做一点其他更想做的事。的确，哇，真的，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谢谢各位国文小老师，没有人告诉我，我的天！等一下哦，我要怎样才能？他这样就会给我皇家图书馆是吗？不会啊。获取情报的方式，比如说在宴会上演出，原来是这样子进行的。只要能歌善舞，在宴会中演出，就可以得到赞美与奖赏。好，去吧，梅吉，靠你了。有些东西可以取悦人们，我知道，金币吗？不是哦。这是需要魅力，对不对？要哇，好麻烦，他这个装备都要一件一件需要的要自己脱，有够麻烦的。好，去表演吧。这可以再加一点好，去表演吧，谢谢。还需要什么？好像就这样哦。等一下哦，就这样吗？就这样。好，赚钱啦，法拉姐，很好，法拉姐，就是这样。可以，谢谢你。午夜时分，我听到有人敲我的房门，有个年轻貌美、衣装魅惑的弱女子出现在我的门前，想要与我共度良宵。道破来由是怎样？请他告诉我为什么，是不是？对啊，你要干嘛？他脚下是没有影子的，好恐怖，好恐怖！结果我做了好事吗？他得到了解脱，男人也不用经受无谓的诱惑。好，是怎样？我去见宰相了，他很满意我的殷勤。莫尔台兹今天没有按时出现，他是陛下最关心的臣子，去找他谈谈吧。明天希望能见到他，今后每天都要啊！我要去跑腿哦，居然叫我跑腿吗？今天没有看到苏丹，好，喜闻乐见的检定时间是怎样？好啦，塞啦！好强哦，妻子，他直接塞好塞满呢，好厉害啊！我获得了好东西跟好东西，钱是好东西吧？钱肯定是好东西。我获得1块钱了，怎么就1块？最近有2位贵族惹毛了苏丹，所以被关起来了。好多事可以做，我的天！首先，我可以探访监狱哦，贿赂狱卒或者是施压，就可以像逛自己家。无故缺席的臣子。他们家有葬礼啊！他的妻子跟父亲都在苏丹的游戏里过世。我的天！我可以用金钱抚慰他的心。我可以用金钱抚慰他的心。好，那我就用金钱抚慰他的心吧。这是怎样？花8块钱可以折1张卡。大贵族的私生女哦。然后嘞，商人的遗物，可怜的商人被是刚刚那个，因为我不管狮子，所以被吃掉的商人。商人被狮子袭击，尸骨无存，仅剩的遗物也散落荒野。所以嘞，我可以去偷他的遗物，
偷他的遗物有什么好东西吗？哇，总之呢，钱一定是要赚的吧？钱一定是要赚的，那就靠你啦，法拉姐。我怎么每次都在靠法拉姐？好，我也只能靠法拉姐了，谢谢法拉姐。就这样吗？战术有用吗？没有用。内幕有用吗？有用。好，那就用掉吧。然后群龙无首嘛，所以这里还是不需要管它。然后嘞，我可以派追随者去，那就请你帮我吧。等一下，不对，哎，等一下，我自己去好了。这个家没有法拉姐会垮，真的哎。他做生意赚的比我还多哎。我家的店都是他在管的啦，真的是 buddy 耶。法拉姐是我的 buddy 啦。他真的很可靠啊！谢谢大家喜欢法拉姐。好，我可以用钱稍微抚慰他的心啊！我是要3块，法拉姐不是法拉姐，莫尔台只有3块钱就开心了。好，他恨苏丹哦，他恨苏丹。好，拿去，给你3块。希望你有3块钱就会开心点。给我3块钱，我也会开心点。谢喜节，谢谢大家喜欢法拉姐。谢喜节，谢喜节。密会哦，奈费勒的那个密会，这可以拖，这可以拖，这个再想想。好啦，那就靠这个好像蛮有智慧的梅基。我还需要什么？我还需要隐匿。我有战术，预兆没有用，行不行？哎，不对啦，要有人读诗啦，我都忘记了，先读诗好了。哎，可是这个是要立刻去偷才偷得到。好吧，去吧，梅基，靠你了。好，这一天就结束了。法拉姐。你这样不行哎，法拉姐，重塞啊，可以了，谢谢，最喜欢法拉姐，我选择了安慰她，我给她3块钱安慰她，她滔滔不绝的抱怨并诅咒苏丹啊，不，好，但是当我向她提起反抗的字眼，她就会跳起来骂我，哦。别以为我不知道，把妻子父亲送进王宫，送去给苏丹折卡的人就是你。哦，我获得了权势。天啊，真搞不懂，好复杂，我不懂，我不懂那个他们的权力纠葛。好，今天也没有苏丹，没问题。甩出了2点。有，我成功了，太好了！谢谢我的妻子取走了一些值钱的东西，偷到了4块啊！哎，就这样吗？就只有给4块，真没用。我有一次在深夜时分摸卡片的时候，梅基就跑到我的身后，叫我早点睡。好，也许可以找祭司来驱逐这个卡的魔力，真的吗？有这么强吗？好。我们还可以干嘛嘞？我们先叫法拉姐去赚钱，根本就不用想，靠你了，法拉姐，没有你怎么办？好，可以读诗了。哎，等一下，我想要看商店有什么。被我买掉了。7天后商品才会重新上架。我现在没有金色装备可以买了，那我要买这个高级长袍，谢谢。褐橙胶，太好了。好，我自己读诗吧。等一下，这是不是很补啊？怎么感觉这个读了诗之后会变聪明？好，我需要变聪明，不然我都看不懂书。然后还要干嘛？书店吗？好像可以。探访监狱。好啦，探访一下。看守被我说服了，我可以自由进出，太好了。
留意囚犯的需求，伟大史诗感觉很好，我也很好奇到底有什么内容，好酷哦！他这个也做太好了吧？他那个人真的被关在那个栏杆后面哎，好有趣哦！他这个图很美哎。这里是关押贵族的地方，没有金马桶。这里是有老鼠的地方。好，留意囚犯对应的需求，我可以杀他们，但请谨慎。我可以派人跟他聊天，我还可以赎人吗？我可以赎人欸，我赎他，他会跟随我吗？赎看好了。好，给他一点时间运作一下，然后我们还可以干嘛？我们可以去浴场，靠你了，梅姬，请穿上黄金长袍，哇，超有魅力的。然后去泡澡吧。好，太好了，那我们能做的事又做完了。哎，我解到成就了。哦，这个要手动点哦。好 ，Go Go！ 我等不及了。非常有魅力的梅姬，只甩出一点吗？那也没办法。好想倒回重甩哦。我无视了城外的骚乱。对啊。好，法拉姐总可以吧？法拉姐是怎样？那我真的要倒回啊！只赚2块，天啊！有人突然来找我，跟我说这是我的主产，叫我买回去，感觉是在骗我。好，我只要最好的，我只选了真的跟我家族有关的东西。好，我的智慧跟社交提升了，哦，好强！然后我是真的可以把人赎出来的，赎出来之后嘞，他有跟随我吗？有欸，他果然有跟随我。好，但是因为刚刚骰太烂了，我们回上回合吧。看来我学会玩这个游戏了，太好了。哎，穿越时间的时候，我好像感觉到有2个扭曲的暗影在注视着我，好恐怖！原来穿越是有代价的吗？怎么不早讲？好恐怖哦！这是什么不好的吗？我会越容易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我的天！突然发现可以存档哎，保存一下，存个档。哎，我不用重塞哎，我直接回上回合结束。好 ，Go！对，这个梅姬跟法拉姐都不要了，我们需要新的梅姬跟法拉姐，行不行？梅姬可以，谢谢你。你看好多了。啊，对，我知道。保存游戏居然选了第2个位置，哎，有第1个，我没看到第1个，我就随便按1个而已啊，我根本没在选。法拉姐是怎样啊？法拉姐。我不敢再乱穿越嘞，感觉好恐怖哦。那我们就吃一个金骰子好了。等一下，它是只能换1个哦。哦，金骰子只能换1点哦。那算了，好了，就这样啦，2块就2块啦，算了。好，哎，不一样的事件哎。城里有一个贵族，他太无聊了，所以把2个奴隶赶到沙漠去，让大家赌一赌谁可以活比较久。到底是强壮但少1只手的男人，还是那个瘦弱的女人呢？强迫贵族加入游戏是怎样？叫他也下去沙漠里哦，可以这样哦。我逼那名贵族加入这个沙漠冒险游戏，结果他第1个死了哦，好恐怖！全4减1。你玩游戏会习惯存第2个位置，因为第1位是你哥，第3位是你弟，是照家族的那个，是照那个谁比较年老，不是年老。谁年纪比较大，就谁排行比较前面就放前面嘛。原来是这样子吗？好，感觉我是不是做了什么很帅的事啊？
好，今天也没看到书单。读书，我的智慧跟社交提升了，我有3点智慧了，终于啊。然后我赎出了拉伊德 ，yes， 拉伊德是我的追随者，太好了，而且他支持我 ，happy。猫猫不喜欢被说老，我知道，我马上更改了用词，对不起。宰相又要找我哎、谁呀、啊？扎奇一是谁？宰相想找我哦，又有新的东西可以买哦，看起来好强哦。哎，这也不错哎，差10块只差1点哎。突然不知道可以干嘛。我知道，法拉杰去赚钱。你看看拉伊德，哦，拉伊德更会赚钱哎。但他是贵族吗？他不是贵族，是资深。越资深的人，存档的位置在越前面，是不是？头发有点乱，姿态没有教养，牙齿不整齐。但是他的手里的狼牙棒可以让人忽略这些问题，太好了。他可以干嘛？他好像很会开店诶，我可以直接让他自己开店吗？可以哦。我需要一名贵族打理各种事务，我不能只让他撑这家店吗？拉伊德很帅哈，我也觉得他的狼牙棒可以解决各种问题，太好了，太好了，以狼牙棒服人。哦，真的耶，我存到第2个位置哎。没关系，那就第2个。还可以干嘛？我还可以乘火车，可以干嘛？物理解决是的，可以解决那个反对的人，可以解决问题多的人。书店营业，看这个人很聪明哎。等一下。我是不是可以读懂一些书了？智能不足，换一本。不行，我不聪明。该不会拉伊德很聪明吧？我看一下，他智慧也有3诶，他还真的蛮聪明的。他跟我一样聪明。怎么会这样？啊，不是我的书嘞？哎，书嘞？书不见了，怎么会这样？我的书放到哪了？算了，我还能怎样？哦，在这里啦，书变成这个了，是不是？谁可以读？没有人读得懂，还是他其实读得懂？是怎样？好吧，算了，等一下哦。有人赚钱了，好，然后食人野狗，一群野狗在下城区肆虐。反正有狗抓不到嘛，哎，可以诱惑人的钱，放钱干嘛？需要体魄跟战斗吗？体魄，梅基是不是蛮强的？我们先给梅基穿上全身甲，对，全身甲，然后去吧，梅基，应该可以吧？这么强的梅基应该可以。哦，然后嘞，啊，宰相找我哎，那我还是先去找他吧。好，我去找宰相。然后法拉杰要干嘛？法拉杰去泡澡。我还需要做这件事情。好，这个给你穿，你去吧，法拉杰。我不知道这个可以干嘛他只是要教我哦。什么？居然还有这种好东西？这是什么？
哦，是一个情报。好的，叫法拉姐干嘛？来，有想到什么？在宴会上演出。好啦，法拉姐去买书好了。去吧，法拉姐。好，结束一天。不知道梅基有没有打赢野狗？可以吧？我要筛出1点以上才能驱离。可以。Yes， 老婆打赢野狗了。什么？梅基是诱饵吗？他不是去扁狗的哦，他是诱饵哦。原来他是诱饵吗？我怎么知道啊？我以为他的工作，我以为是派他去扁狗哎，结果他是诱饵哦。被我拿去当诱饵的梅基快挂了，我必须及时治疗他，是怎样？好，法拉姐，不是哎，现在不是法拉姐在赚钱哎，这是我们的。对不起，我很不擅长记名字。我不擅长记名字，就是因为名字不能自己取。如果名字我可以自己取的话，我就会记得名字。拉伊德可以独立赚钱，太好了。冠老板，对不起，他有没有跟我说他会受伤？我哪知道？苏丹回来了，好，哇，这是什么？水银之血，好酷哦！这本书的名字超酷的。哦，泽巴尔给我了一点资讯，谢谢。好，宰相找我，所以我就去找宰相。他竟然想报复苏丹，即使是一句酒后的戏言，我也是不允许这种僭越的事情发生。所以他要派我去给他教训，我要扁他，我要杀了他吗？给他工伤假吗？我要给自己的老婆工伤假吗？应该要吧。苏丹回来了，好，我的善行有了回报。神秘的援助是吗？近年气候不好，粮食欠收，所以有很多灾民吗？好，梅基有话想跟我说，我知道，他跟我说他快挂了。他跟我说什么？啊？他是我真心相爱的伴侣，所以他给了我。他跟我说的是 font 等于 title SDF。原来梅基是想跟我说这个啊！我知道了，我获得了幸福感。不是，他快挂了，你可不可以跟我讲我要怎么帮你治好？幸福感可以干嘛？幸福感没有告诉我可以干嘛。我要怎么治疗他？受伤有可能会生病而死。我们有医院吗？书店门口有乞丐。神秘的援助。放入卡牌就有对应的回馈。我可以把梅基送给他治疗吗？可以提升属性。好，所以我要怎么治疗他？医馆太好了，可以花钱治疗受伤或生病的人，无论多少都是1块钱。好，医治他。嗨，伊利，晚安，晚安，你好。幸福吗？很美满，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是有我没 get 到的梗吗？哦，我可以折奢米卡，是不是？不是欸。公开就我可以折，为什么是折？哦，好，我懂了。那总之呢，谁去赚钱？拉伊德好了，拉伊德比较强欸。去拉伊德去赚钱。哦，看 YouTube 影片学来的，是因为很久以前的电视节目开头，这我真的不知道，好酷哦！那到底是什么？我是真的不知道。等一下啊、哦，这个字怎么念？我知道，汤拖。台语要讲昆虫，就是讲汤拖。汤拖怎敢？不是怎敢？汤拖怎敢？我听懂了阿卜德的暗示，他要我杀死莫尔台兹。真的哦，我可以派人去揍他哎。他是在叹气吗？他不想要做这件事情。
等一下哦，是不是可以上草啊？我有一个反对，有点痛。他可以帮我加一点，我自己去也是加一点，那就去吧，法拉姐。谢谢。看不出这是什么字哎，这也不是淘汰的汰，对不对？这个怎么念？代吗？代吗？好，居然有台文应用吗？就台文刚好也是写这个字啊。让我到中文好像也有这个。等一下，这本书我看得懂吗？看不懂。哦，什么书都看不懂，好可怜。我也没钱买想买的东西，好可怜。好啦，我想想。好啊，去杀人啊！还是我只是揍他一顿，我会杀了他吗？我也不知道。乞丐送什么？送书。衣衫褴褛的女孩，她是个很爱读书但是很穷的人，是吗？她想要书哦，想要书哦，反正我自己也看不懂，那就给她吧。我也看不懂哎，书就给你好了。书不见了。好哦，好哦，是怎样？我还可以干嘛？权力的游戏，好，法拉杰靠你了，请帮我献。我要献东西，是不是要自己去啊？给他就没了哦，也是啦。我以为他读一读会还我嘛，我以为他读一，或者是我以为给他书之后他就会跟随我嘛。我想说我很缺人啊，我怎么知道？不过我没看错的话，他是铜的他不是普通乞丐吧？普通乞丐应该是石头的吧？他是铜的他是不是其实蛮厉害？他是不是其实是背景比较硬的乞丐？背景比较硬的乞丐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等一下，魅力有用吗？我如果让法拉姐亲，你不能穿这个上朝啊！你不能穿春宫图斗篷上朝啊，法拉姐，你应该穿这个黄金，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吧？乱送书，那瞟书嘛，那是叫瞟书还是飘书？就是让书流通一下啊。智慧会给他力量啊，他就会变得很厉害啊。大概，知识就是力量。好，结束这一天吧。对啊，不可以穿春宫斗篷上朝啦。拉伊德赚钱哦，好强哦，拉伊德。拉伊德是经商天才他都拿那个狼牙棒问大家要不要给他钱，是不是？拉伊德怎么那么会赚钱？是怎样？他会拿着那个狼牙棒，请大家该付钱的要记得付哦。好的，我应该获得一点小东西吧。谢谢法拉杰 ，yes， 法拉杰帮我供奉有用我又获得权势了。哦，那个念字吗？这个阿曼还给你来。这是刚起床吗？这个时间？你好，那个对待优手，健康要是爱狗，该休息要休息。不对，是还没睡吗？这个是还没睡吗？是刚起来，原来如此。好，我们再次来到莫尔台兹的家，这里已经彻底变了一个样子。他是不是快疯了？他把他的复仇的那个希望全部都寄托在密教的神明身上。我的天啊！我现在有个选择，我要杀了他，还是放过这个可怜人嘞？我们先这是个困难的选择，你们觉得嘞？我们先当坏人好了。我们还是完成命令好了，因为毕竟我很怕死。好，帮他结束他的绝望与痛苦。然后，好，
我们治好梅基了。这是个困难的选择。梅基又有话想说，你说，我要获得幸福感了吗？我获得钱，什么东西？我很残忍吗？没错，你们小心点，不要动不动就想拔我的脚哦。好，他拿出了一笔嫁妆，我的天，他把他的钱给我。抽残，毕竟玩这个游戏就是有了权力的滋味，就会变成坏人，也是合情合理。啊，我可以杀他，他的性命可以抵消一张铜或者是石头的杀戮卡。好，万一过几天抽到了，会用得到。孙母晚安，欢迎你来，欢迎啊！好，我们还是要派人去治理家业嘛，得去赚钱。好，去吧，拉伊德，用你的狼牙棒帮我赚钱吧，靠你了。我有钱呢，等一下我要整理一下，我现在有19块，那我其实可以去买点东西。对不起，下次来赶，我看你是不怕哦。幸福感到底可以干嘛？幸福感可以奉献给苏丹吗？为什么一直有人反对我？好烦哦，这些人。他不爽我是不是？是他吗？是谁？到底是谁？谁一直在讲我坏话？谁啦？我可以自己塞钱吗？不行，我不能在耳朵旁边塞钱。好，我自己上草，然后。我可以把幸福感给他吗？可以耶！我可以把幸福感给他耶！哦，幸福感是出轨的时候可以拿来抵消不满的。好，为了预防等一下出轨，话可以这样讲吗？为了预防晚一点要出轨，我先把幸福感留着。谢谢。我可不可以？我这个不能给他，对不对？他不收。然后嘞，有人赚钱了，然后我上草了。神秘的援助可以提升那个，我们应该提升一下。我们让谁变强？法拉姐应该蛮强的。等一下，我们放别的会有什么？装备会变强吗？不知道。好吧，我们看看法拉姐可不可以变强？不是，我是说这个游戏里面的出轨，我才不会在现实生活出轨的。你们不要紧张，好不好？你想，我要买酷东西，这个剑很酷买，贺成交。你也变成那个叫什么时间轴大师了吗？我的天！受害的无辜者就会增加，总有一天我的追随者也会被好。那我们就靠梅基了。我们需要的是体魄跟战斗能力哦。他可以都穿呢，他可以穿盔甲跟剑呢。我们的妻子很可靠太好了，这样应该就够了吧？这样应该打得赢吧？我相信梅基一定很勇，梅基应该超勇的，应该可以了。好 ，Go。狮子在枯水期找不到猎物，所以靠近了人类的城市。好，装备有部位哦，我有看到它有3个吗？有那个武器跟盔甲，还有一个是饰品是吗？武器、盔甲护甲跟饰品，理解。我好像还没有饰品4点是不是还行？征服一头狮子是战士无上荣耀的象征。好，现在我老婆是超强战士，太好了。然后我不太聪明，我有什么用？神秘的援助，还会帮我什么？我希望法拉姐可以帮更多忙。法拉姐，总而言之变强了。怎么办？只有我自己没有自我提升我都靠别人。拉伊德好强哦！
拉伊德帮我赚钱都赚好赚满耶，太可靠了，拉伊德，好赞哦！还好把它赎出来，赚到了。狮子 bad， 狮子怎么了？狮子怎么了？对啊，为什么要？子灿也是狮子，对不对？讲好听点，军师不是，我就没有多聪明，是怎样？提供听下拱狼鹤击鼓碎，好，可以，完全可以接受，太好了。哎，等一下，不是，有人告状自己的邻居说他摔碎了自己随身携带的神圣九桃，那是他的家族供奉的神的七所。让我看看这个，不是狗狗，让我看看这个石头。哦，真的哦，拉伊德很好用，哎，太好了，还好我有请他来。年轻人把碎裂的九桃给我看，他说的没错，但是石髓里面有奇怪的血红色纹路，然后我就梦到了无形之物饥渴的向我索要更多的血，我的天哪，不该看那个石头的。听话让我看，哎，最后一天嘞，我们要来纵欲了。自称是制图师的女士，哦，她可以帮我开地图吗？还书的少女，她来还书了。他来还书了，欸，他来还书了，我就知道他会还。哎，他不是铜的，我做梦哦，他真的是普通乞丐，我以为他是铜的，没有，他是九桃乞丐。哦，好，他还书了，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一定再借，一定再借。我可以消耗5块钱招待他，哎，我再想一下，我也没有多有钱。爱书的果然不是坏人，真的就知道。我现在有14块，好，再想想。还书哥哥，伊利。还书哥哥，谢谢。我可以满足他对血的渴求，我也可以把他驱逐。我可以不理他吧？我应该可以不理他吧？我应该可以不理他。首先我们要纵欲，我们先来处理这个。好，果然是要跟妻子吧？难道我要跟法拉杰吗？我们还是先正常点。这盘鸢尾花冻伤了，为什么是这盘？你不要，你要对他干嘛？为什么是这盘？不要这样啦！哎，对，要做那件事是可以，你先把这个脱下来，可以给别人穿。你不需要带那个，对，哎，我没穿衣服，好，等一下，纵欲卡，这样可以吧？这样应该可以，好，然后嘞，我们有拉伊德跟法拉杰，好啦，我们我们。好，招待他。然后拉伊德赚钱，都靠他在赚钱，我的天！哎，等等哦，智慧哦，是不是可以让他读书啊？书是不是可以给他读啊？等一下，谁智慧有到4？没有，好，让他开店应该可以吧？然后嘞。权力的游戏今天也会有一个反对的声音，有够麻烦。我们需要什么？不知道，就靠法拉杰。好，我们可以贡献点什么东西？这个不太需要，给他。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好，我来整理一下背包好了。我觉得这种好装备，好，我们好装备放这里，等下要用的时候有得用，对不对？谁把那个穿走了？谁把黄金的那个穿走了？谁呀？不是你。黄金袍子在哪？黄金袍子在你身上吧？好，你应该不会跑。那就
一天结束了。好，拉伊德，拉伊德，少赚2块，从你的薪水扣。啊，杰伦川去谋反润发，谁呀？我要把东西放到更有用的地方。他不屑啊、哦，好，他不屑，好吧。他想还书，我把他当成女儿来抚养。好，我多了一个人吧，不错吧？我多了一个人，他还有名字耶，他叫鲁梅拉。好，他带着所有的书住到了仆人房间。哇，他变铜的哦！我猜对了，我猜对了，我猜对了。哦，满城尽带黄金甲，好。黄金甲我刚刚脱下来的，对吧？那也是黄金的，对不对？这个是黄金甲，她就是爱看书的少女啊，解成就会用到的爱看书的少女，原来如此，难怪我会觉得她是铜的，可能那个在讲爱看书的少女的时候有看到她是铜的那张图，是吗？好，啊，这个人被施加过纵欲的痕迹，所以他不承认这个普通的刑事能再算一张，所以我被砍头了。不，好，我接受，因为我想要结算命运点数。是的，这也是我取悦苏丹的方式，没错。我挂了，我成功摧毁了2张苏丹卡，所以命运会发生一点变化。原来如此，对，我很诚实，我很诚实。因为我想要刷一下点数，我们下一轮可以做更多事，我们就死去吧。有点数会舒服很多齁。喜得干女儿，铜哦，不是那个铜，不是那个铜，就真的是党，是党，嘿，是党，不是赶快的赶。好，耶，我们有点数了，可以买一些有的没有的。我有13点呢，13点可以干嘛？13点。我可以让自己变强，终于！这个叙述其实蛮好笑的。之前每天都要举100下10锁，现在肌肉来报恩了。曾经你也哦，这我，曾经你也担心自己的美妙你看没有才华，连话都不会讲。曾经你也担心自己的美貌掩盖了真正的才华，现在你知道自己能依靠的只有美貌了。这我。干女儿马上就没爹了，没关系，我的书都可以留给她，可以慢慢读，好不好？女儿是同岁，可以催她什么时候交女友。对啊，你还是可以催她结婚啊。哦，除非有特殊事件，不然一个人只能纵欲1次。不是，我怎么知道？他没跟我讲啊，他教学也没讲啊。好啦，我现在知道了，难怪会有出轨的问题，难怪，真是的。这我太美了，对呀、看得出来吧？迟早被逼出轨的。好，我的目标就是总有一天我就把苏丹给睡了，怎么样？满意了吧，苏丹？满意了吧？等一下，这游戏有机会这样子吗？照这游戏的疯狂程度，感觉有机会吧？好，蛮有趣的啊，可以多拿5块，我还可以买装备耶。哦，这好赞哦！局外最多可以把老婆点成金卡哦，不然点成金卡就是可以一直随便，就是你这所有纵欲都没有任何的，就是都太轻松了，是不是？太好解决。奴隶哦！所以我一开始如果不选贵族的话，我就会拿到奴隶。好赞哦！你都玩这么多次了，术士偶尔会让你悄悄换掉一张苏丹卡，反正苏丹自己也记不得。好额外的房产，继承很多家业的人都过得比较轻松。你想成为这种人吗？我很想。
哦，这游戏好好玩哦。好，我觉得今天体验到很多但是有点累，我觉得我可以去剪片了。感谢大家今天来看，然后我来犹豫一下，我的第一个升级到底要买什么？我想当主产超人，我也很想要那个额外房产，真的我也好想要哦。等一下，秘密双胞胎是什么？对啊，有借书证超可爱的借书证哦，我可以点开来看书店老板只会把这张借书证发给真正爱惜书本的人，看完之后把书还他就好咯。可以零元购哦，好玩好玩。什么？你跟你老婆讲话超好笑，牙酸按慢还给你可以补档没关系，今天的档好像没有到很长，就还好。你跟你老婆真的很爱洗澡，这张金卡里面储值的次数这辈子都用不完，尤其是你不太会玩这个游戏，为什么要呛我啊？为什么？这游戏好赞哦，它的叙述都会偷呛人为什么要呛我不会玩游戏啊？好好玩哦，好好玩哦！我的天，秘密双胞胎感觉超酷的。你们诞生的时候，父母基于某些考量，隐瞒了双胞胎的事情，所以我会多拿到一张卡，是不是？我会多拿到一张我自己的卡，太好玩了吧！太好玩了吧！天哪！跟老婆一起洗澡要做什么？没有啦，他那个澡堂只能一个人去啦。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要问你们呢。你们应该知识比较丰富吧？怎么办？我还差2点才能有额外房产我连额外房产都买不起。秘密双胞胎感觉好强哦，好想要哦。要选什么嘞？我也好想要这个哦。每周只要上朝一次就可以获得苏丹1周的肯定超想要的。猫猫觉得一起洗澡，你干嘛？子昌你干嘛？哪壶不提提哪开，哪开不提壶哪提？不是那句话是什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好难哦，中文好难，我还是不要学中文好了。好啦，我觉得我需要多一点智慧啦，我觉得我很需要。我们先点智慧，然后嘞，被选中的人，他是一只猫他的爵位比我高为什么？啊，应该选小猫咪的。小猫咪是不是可以代替我上朝啊？2代苏丹之前，他的祖先因为从毒蛇口中保护了年幼的王子，所以获得贵族头衔。他传承了11代，他有完整的法律效力。他很强他魅力有2他还有社交能力他可以去泡澡，对不对？他可以去泡澡，我可以把他送去澡堂。那他的生存率好高啊！他是可以去打猎，是不是？他可以打猎，我的天哪！管不住的手，这个冥王没有 get 到。因为猫不用工作就有食物吃，确实是很贵族是很贵族没有错好啦，我们先自我提升啦。我需要什么能力我觉得我需要战斗跟魅力吗？好啊，好，把自己变强了。也把点数花光了，耶！好开心了，来找降落吧。好啦，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玩苏丹的游戏，好好玩哦！我准备好沉迷这个游戏了，我准备好，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开因为在 YouTube， 因为我的 YouTube 还是以比较知识型的为主，所以可能比较少开游戏台啦，对，就不一定会继续开游戏台。但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看的话，可以跟我说，我再看看。几股都没安慰，真的要移动到 Twitch 吗？我也不知道我会一直玩游戏吗？也许我应该躲起来偷偷剪片。我不知道啦，我再想一下啊，说不定我就自己躲起来偷玩了，我也不知道。
可以直接这样讲吗？你们会不会恨我？好啦，下次开台我先自己宣传一下，下次开台是下礼拜一，对，周末可能家里要忙一下，然后我还是会努力挤一点时间剪片啦。那下次开台是礼拜一的晚上8点，我们又要继续进行我们的深 V 话题转盘了，好充实哦，每个礼拜都可以大概有1到2次的深 V 话题转盘，超开心的。那下礼拜一晚上8点，我们会跟 Ikusen 一起来转深 V 话题，然后就大家如果有喜欢看我跟其他 VTuber 朋友聊一些深入的话题的话，就可以来。我一直在压抑我的打嗝，但是压不住。好，总之就是这样，请来看我，谢谢。对，太棒了，每周都有深入聊天，真的是蛮开心的。可是精华剪不完怎么办？好啦，精华剪不完怎么办？这个我们下礼拜会再有那个跟大家募资的环节，我们到时候再来解决这个精华剪不完的问题。好，扯很多了。那我们降落去，有些人不喜欢被说老，对不对？我们去听一些爸爸妈妈听过的动画歌好了。我们去找会唱歌的天使一诺吧，我们去听他唱一些可能蛮经典的动画歌曲。那我们今天就唐突在这里结束吧，感谢大家今天来看，这游戏真的蛮好玩的。我已经准备好就是虚度很多时间了，对，但我可能该剪的片还是要剪。好啦，那就这样，那我们就礼拜一见吧。那感谢大家今天来看，大家再见，拜拜。